個人聰明嘅，但係個人主要咧就係佢講嘢咧把口好犀利嘅。有兩個仔添，個老公點解會走咗去加拿大嘅？首先咧，咁佢傷官人，佢傷官重嘅女人咧，佢通常咧講嘢把口又好辣嘅，好刻薄，尖酸刻薄，講嘢就講到個老公一錢不值嘅。佢咧就因為佢係傷官克官咧，時運嘅時候咧有機會就克走個老公嘅。2000年嘅時咯，而家係2000就係啦。咁你想問咩啊？咁你想問咩啊？我有聽啊。年嘅時候咧，呢個甲木咧就已經克走咗個老公噶啦。咁另外2018年咧，亦都喺戊戌運咧，佢個2018年佢就戊戌年，即係佢喺甲午年之後，跟住就戊戌年。咁啊，老公跳咗出嚟，假住佢戊，因為咁喺甲寅年嘅時候，甲寅月嗰時候咧就克走咗佢，即係喺2018年嘅1月已經走咗啦。